过来消息来看，去年7月2号暗时，一台台中客运的公车伫两者发生车祸，去弄到5间厝。车祸已经发生10个月了，有住户是指控讲业者当初有答应要赔偿，也毋过到今阁还未赔，嘛拢联络袂到人。业者是回应表示讲，这是因为赔偿金额阁超未平，嘛已经展开民事的调解了。大雨当中，公车拢到门卡口，看板落落来，现场是一片乱糟糟。台中市龙井区中山路，去年7月25号暗时，一台台中客运290路的公车，因为车祸弄到5间面体，造成厝受损。其中一位住户指控，台中客运有承诺要赔偿负责，但是敢若修复墙围啊、甲雨遮，其他修缮的项目到今依然还未赔偿，也拒绝联络。监视器、电话的网路线，然后电表、水管一些都被他撞坏，然后他说叫我们收据送给他，他们会负责理赔，然后就没有消息。事发迄暝，公车是沿中山路由南往北行，经过向上路6段快车道的时阵，因为路口护志受到雨势影响故障，甲直行向上路的老南所驾驶的轿车弄到，公车是向前继续行弄到面体。其他受波及的住户是表示，徛家的围墙去弄歹去，但是公车业者已经负责修复，也签和解书，无清楚还有其他的纠纷。咱要求的话，甲咱从都较慢尔啦。换落照咱甲咱做啦，做好迄落阮落来，迄落阮合约就写好伊啊，和解书阮就写好伊啊。他的房子我们都已经修复完了，那就是剩下这植栽这些东西那个金额有意见嘛，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已经提出调解了嘛，这样子我们怎么会说不闻不问？公车业者是表示，5间面体墙围甲遮雨棚拢已经修好，其中4间拢完成和解。敢若王姓住户对门前的一笔求偿的部分也阁无强势，目前当进行民事调解，等待调解结果，并毋是无要过门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